这片的台北线，也就系中橫公路34公里，台中县和平鄉境內嘅觀光景點國關。本外界淺淺嘅印象，就係仍然透天濃郁嘅溫泉。早到1907年，日本人就開發溫泉，到呢下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聽講當時嘅日本名氣天皇兩公者，時來呢片寫溫泉老了，對國關溫泉當安樂，所以改名做名氣溫泉。日據時代，它就大力來開發古關的溫泉，它是大概是全台灣第2處，第2個就是溫泉區哈。那它歷史大概僅次於這個北投溫泉而已。那在這個這麼長久的開拓史中，這個早期在日據時代，古關的明治溫泉其實不是大眾的泡湯區哦，它很有趣的就是它當初是給日本軍官作為療養的。聽等1960年中橫公路開通，古關一下那變做觀光界好所在。當到外地人也開始進駐投資，像65歲嘅劉家賜，30年前就對東西入來古關開設體驗溫泉飯店。幾號房？321號。好，來321，來，我們電梯在這邊。好。中橫都住將大同每橋，好啊，嗰當時國內咧關內嘅旅行非常係熱門，尤其嘅全線進到加工區，嘅太空廠，地方人員講到攏算1000個以上，今日就家下景氣非常好，嗰條調價廠菜，接到訂單了以後，做批了以後出口了以後，就會免費招待一啲員工出來旅行。我本來做木材業，我係想跟那些木材業很好。後面有我興趣所趨想國開發第2個事業。非常頭擺生意當好嘅時，劉家賜講，人客添唔到房間係常菜有嘅事情。加好多冇個長途呢，全線嘅旅行社遊覽公司，我添房間啦，我8間業務嘅小時，佔哪啲都房間。公款嘅東西應該全部搶，當初係本劉家賜搶做廚師，每項看好國關嘅商機，就自家創業開餐廳，到一下也為30年。等佢就遊覽車多，等佢噴咗，等佢拍嘅堂鐵嘅，冇行到講，連水泡都冇行到先，採住我冇到水泡，冇行水泡，先外界很少，先外界少咗。做嘢嘅國關實際講萬年係黃金，無論開餐廳，也係經營溫泉飯店，弄入當好嘅一節。不過，按呢個好光景，從10年前開始有了變化。叫2日鐵通同每行界青衣水寨，本國關15間溫泉飯店一家，還有其他店家當難經營。其實921對古關並沒有影響到，它只有影響到古關1年的時間。那之後大概有4到5年時間，其實反而是造成古關它是一個蓬勃發展期。那是一直到5年前的7.2水災。造成了這個大甲溪淤積，那常常這個道路有時候會2、3天的中斷，所以這個消費者會誤以為古關是中斷的狀況，所以造成這個遊客卻步了。93年青衣水災了以後，我1年時光跟他做半年生意，有人講咧，每一次颱風來，給天氣台所報颱風警報時，我人開始退房了。過去嘅國關嘅另外套路仲要用生態工法，冇做保護牆。見颱風來，路切對台，路台了以後，個漲到好，個人家個恢復最起碼要2年以上。都跌幾多成？跌8成要，8、9成要啊。用2日鐵通斷線嘅影響。到5年後嘅青衣水災，造成國關地區嘅觀光產業漸漸變個當產，一種起起落落嘅心情。45歲嘅蔡天然趙總平感受各係複雜。佢當初將故鄉去溫泉飯店，冇想到工程將進行到一半，就發生青衣水災。當然啦，拄到咧無法度，投資落去咧，唔係冇可能講得到講按買咧，投資按多錢，也是較感應到個精神。做落去咧，較艱苦嘛做，
啊，变成讲人事我们是在做的，人事成本方面可以减少，是在去加落去做的，安怎去加落去做，尽量节省成本方面的支出。虽然近年来各关嘅业者差唔多拢像周总平安尼，尽量上各项成本，达到勉强嘅日期利润。不过这段时间，使有一个外地人颠倒操作，托青年水灾过后，来各关农业嘅蔬菜开销商。因为快乐曼拄好气候水灾，咁阮真多人反对，包括我们客人，大家都反对讲，咁佢哋啊生意都无好，咁无人呢，阮入去，不过我想法就无咁快，既然无人去做，阮自家来做下较特殊的，服务到当地的那个观光客，也不错这样子。我那时候没有预估说，是在北京过完的啦。那个时候经过，后来感觉上大家的反应总还蛮好。这下各方以店方嘅生意还冇难，证明佢当初市场评估精准。那应该蛮好，因为之前哈，其实我能观察已经观察1年多，快2年。咁样啊，第讲，中的人哈，以普通的插货来讲，家事都要真高。日期一直看到伫某经期部分，我是在养的地方，唯有服务跟品质方面才能提升这样子。不过各关并非每个业者拢有各方业按呢个基源。平常日生意冷清，青岛只有2日限时的，所以最近居民用彩体铁石推销各关。各关当地嘅原住民后生用热情嘅舞蹈为太水桥木雕店揭开序幕。几位木雕师傅利用工具，从本来带到太甲河河坝地嘅太水桥，变化咗当有创意嘅东西。我们就是也不用费什么金钱去买材料了哈，就在我们河道里面自然的木头哈，那自然的形状有的实在很漂亮我们就利用它那个原来的自然的形状来做组合搭配啦哈。还是说做局部的巧雕那也是相当有趣味的。不过，这经验影响各关观光嘅生态问题，系到另外讨论，也就系台北县29到32公里嘅蔬菜，大摆渡到太日，差唔多就无法度行，所以公路修复嘅工厂进土，将系居民进行关心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复建交通部的一个公路总局的大路复建，我想今年之后，古关的这个台八线道路将进入一个稳定期那到时候这个东市到古关这段路应该不会再发生中断的问题。古关的另外套路，工法唔像以前的生态工法，总要用永久性的路体，工期到今年年底，古一条路总要没关系。中房呢，到明年的年底，过一年，绝对会完成通车。嗰个古关将来绝对会恢复像以前，甚至也比以前更好。以前清白时间都过咧，你啊慢慢路况嘛个弄较好的时，当然我就希望较可以入到古关，路况没有问题，安全上没有问题，尤其你啊泡汤来讲是全民运动。其他的另外讨论嘅环境，本各关嘅观光是在将到头摆嘅河港景之外，业者也本游客到未来看到无相款嘅各关。
各地的温泉越来越的蓬勃。那古关的温泉，它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中特别的突出？我想，它势必要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所以古关它不再只有温泉，我们未来的发展大概朝向这个生态旅游。其实古关它有很丰富的生态旅游，可能游客都不知道，其实古关它也是一个蝴蝶王国。不过，可比古关未来正经恢复上居民希望的各种情况，太自然敢蹲得掉。如果不让他们再去盖新的，你也不再去新增加这个开发，就是说，比如说新盖饭店、新做停车场、新去挖山，那应该是跟原来一样啊。只是来的游客自然会感觉比较拥挤，他要不要接纳这个环境而已啊。我是赞成没有增加新的破坏，继续维持这个样子，是蛮好的啦。古关呢，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原住民区啊，它的大部分土地是所谓原住民保留地，那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开发上，它有许多对于非原住民的投资，它有一定的所谓控管。我们是希望是说把它往外推，所以结合这个新社、石冈、东势这几个，我们称之为大山城地区。当这几个旅游线串联起来之后，在未来，我想这个整个古关的旅游，它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大面向的一个展现。虽然古关居民满心期待将到头摆闹热嘅情况，不过还係必須注意同太自然共生一個嚴肅嘅問題。只要啲嘅尊重，將實人草、業者、遊客同環境三樣嘅局面，古關嘅觀光資源也將是得長長久久。